王跪殿，我萧仁宗掌国以来，数次秉尽丧掉，因为讲是这一遍做到惨败。老仙王，哀家一心要夺取中原，完成你未了的心愿。如今，母后，我甲二虎妈甲阿姊选了5万的大军要掠杨延昭，也毋过想要到查王，伊竟然选了20万的大军，所以咱五军毋才会遮尔惨败哦。母后，但只要搁再将咱的兵马操练一段时间，将咱的粮草充足，儿臣相信，我绝对我得将宋朝的边疆打败，攻打中原。话讲的是较简单啦，不过到迄个时阵，我看伊杨延昭也兵精粮足，若要对付伊，是无遐尼才容易哦。二虎妈，是安怎你要做他人的志气，会自己的威风呢？杨延昭，杨延昭，你到底有几条？金沙滩一战，多早的人竟然是你一个！秘书王钦甲潘仁比，杀汉子，也无将你害死。救了国之婚宴，竟然也被你夺走。哀家都爱用什么时阵，才当治掉你这个身败大患？好，杨延昭确实是咱的大将，阿姊这摆人是为着要掠伊，伊也未受这尔重的伤痕。强我到底是安怎？我嘛唔知影。现在医伫咧甲伊医治啊。太后大怒！叩见太后。免礼。大公主的伤运安怎？启奏太后，大公主的伤真深，伊的道经是毋是会当保住？目前神也阁毋敢断定。什么？我的查某囝倒手会残废？太后，神不敢妄加断，但是公主伊这个道经的伤，是毋是会当痊愈？这就必须要搁等1个月才会当知。好伫家在，无去伤着伊的胎儿。大公主有心意啊？是。是。哦，你已经有心意，为什么唔对哀家讲呢？母后，哀家只干生你2个查某囡仔，假使讲你这个囡仔将来啊，就是咱大辽国王位的继承人啊。母后若知影你有心意，绝对袂互你挂帅去出兵啊。母后，你原谅心里无向母后奏明。我若是出兵，无去就等于失去了救大驸马的机会啊！母后，顶一次你惊怒，将大驸马打入天牢，是为着杨延昭的代志。这次我甲小妹、甲二驸马出兵，又无掠着杨延昭倒转来，可见杨延昭是无遐尼容易对付的人。请母后，你是有了解大驸马吗？母后，求你看在你的份上，若无你嘛着爱看在你未来顺利的份上。母后，当年父王去世的时阵，你带阮姐妹2人孤儿赶庙，受尽艰苦。
如今你若是搁再占大富嘛，你未来的孙儿若是出世，敢是甲你同款？阮母仔囝嘛是孤儿官庙，莫搁讲落去啊！哀家答应你就是啊。多谢母兄，母兄。来人啊！莫要驸马无罪，将伊释放。遵旨。阿姊，阿姊，小妹，恭喜你，姊夫已经去互人放离开迄个天家咯。真是嘞，也是人嘞。阿姊啊，看你咧，你一日欢喜，连咱祖公所立的规矩，你煞甲放袂记哩。只要是咱皇家的人，若是去互关你天家，要放出来了后，爱慕伊会专心，拜过得夫妇，才会当来入宫啊。我煞袂记紧。阿姊啊，那你是咧创啥物啦？他们酒还未来的时阵，我无愿意互伊看到我这个苍白焦脆的面形。阿姊啊，想袂到你对姊夫是遮尔啊多情啊！驸马回宫。天娥，你为着六弟避进天家，牺牲去有目的。六弟已经互蔡王的兵马救走。这完全是你的功劳。我听八弟伫咧讲，若毋是你会当拖延时间，蔡王的大军若一来，嘛是已经袂赴啊。哎呦！啊，公主，那你的武艺不还，为怎样哪会受伤呢？我是故意败在九妹的手中。本来想要退兵，想袂到九妹，伊忽然的用杨家枪来伤我。啊？是九妹甲你伤的？是恁杨家组团的枪法。嘿，九妹实在也是太不该，伊哪会用个将伊的死所伤啊，遮尔重伤呢？怪九妹太冤枉，伊用何必为入宫？虽是故作我唔敢讲，伊怎在轻我嫁予杨素郎？杨家枪法为用你的旗鼓做父亲，六神赞会太不幸，死郎愧对你将生。我愿分为难在心中，放走咱郎你的名笔章，钦惠六郎你一定来不原谅，该为家在九妹杨家枪，牺牲家己成全杨家情，但因我永远记心中。不是牺牲是阮爱，一事欲求你我口难开。唉，咱两个人既然是恩爱的夫妻，表哥有啥物话唔敢讲？你讲啊，所以你尽管讲啊。
上的声空，又调一日心好带送，有你先开呀，我的老哥多。公主，你做你放心，五子仁义为怀，到迄个时阵，两国必为兄弟之交，而且杨家将也会为你的母后脱罪啊！搁再讲，我身为女婿，如同半主，以后我一定会孝顺你老大人啊！将替我真好心，冰天雪地春空气，一座青苗顶有基，青苗总不可相比，又为宝贵的你。唔对，你搁再摇。兄妹，你莫搁咧甲我出龙尾，我敢若看这个信封，我就知影是六郎寄倒转来互我的家私，紧摕互我。批是六哥寄转来无毋对，也毋过毋是家私，是情书。黑白讲。阮
阮阿哥吼以前上介疼我，也毋过自从娶你了后，伊就毋捌搁再疼我。虽然伊身在边关，也毋过每一个月伊拢写批互你。也我咧，遮尔侪年啊，伊拢也毋捌寄一张批互我。看来吼，阮阿哥已经将我即个小妹放袂记哩啊。舅妹，恁阿哥伊无甲你袂记的。好啊啦，你莫咧替伊讲好话啊啦。目嫂啊，阮阿哥啊吼，伊伫批中除了关心你以外，就是安尔。搁再来，就是伊的囝庄宝的情况，伊吼连讲着我嘛无，搁讲无将我放袂。舅妹，你要埋怨恁阿哥遮个话，较慢讲敢袂用的。伊即张批内容完全拢嘛咧讲你。目嫂，阮阿哥会讲我啥物？那龙关千里将心，关无为首最平民，得一名门也精进。梦里万根可定理，多下呀手的好意，面对我为心机，万不小子不中意，该世记在世间去。你的意思是？我当当是幽门的好将，若要嫁，就要嫁一个顶天立地、英雄好汉，也若无，我则无爱嫁。毋过，六嫂啊，咱莫讲这个代志好毋？我杨九妹胸怀代志，武艺是不凡。若果无伫咧厝内的时阵，这厝内大大细细，我拢嘛是有责任爱保护啊。所以，咱莫讲这婚姻的代志好毋？安尼伤大力无？袂啦。啊，行啊好，阿孙嘞。呦喂！这边可以请我听台这样我上。哎呦，公孙，等阿嬷遮老啊，饲我那爬会起你啦。阿妈，我不管，我爱你摕这样互我上。哎呦，公孙啊，无法度啦。长宝啊，阿嬷爬袂起你啊？是啊。哎，惊啊！啊，是要行去倒？你是要甲阿嬷去互摔死是无啦？较细腻，较细腻。哎，我是后你这个孙哦。哎呦，这悬空我哪有法度啦？来，阿嬷试看卖咧哦。哇！哎，总部。宝宝，玉爽啊！咱总部还阁遮尔细汉，你嘛毋免严甲安尼，你著较细腻的，毋通去甲我惊着。是，也毋过故事记过，总部应该爱倒转去读书啊。来去读书。阿妈，我头壳会痛啊！哈，啊你是安怎哪会头壳痛？阿妈，我若讲着读书，我头壳就会痛啦。哎呦，有影无？敢有发烧？阿嬷望看卖。啊，都无烧咧。你也无发烧啊？
你甲我骗哦！阿妈，真正的，我无骗你的啦。你无骗我，安尼好，玉爽啊！咱总部当才5岁啊尔，伊若无爱读书，就莫读，听下明年才读嘛。不不，庄宝虽然只有5岁，也毋过伊即马就会晓骗你讲伊头壳疼。由此可见，伊是比7岁的囡仔搁较聪明。聪明的囡仔，若无互伊读书，实在真可惜。啊，对，阿宝的啊，人迄若乖囡仔吼，拢嘛偌爱读书咧。讲到读书，人伊头壳都袂疼呢。你知无？啊，你会疼？阿妈，啊，我即马头壳袂疼。有哪袂疼？娘，咱来读书。乖，阿娘带你来读书吼。阿娘，要坐。阿娘，哼，这件代志有够气啦！哎呦，那是啥物代志啦？阿娘，这社金哦，经过咱天婆府的大门前，不但唔下轿，还阁讲咱杨家害得潘林美含冤而死，讲咱重视欺人，向母母罢官诈财。伊讲了的是，阁伫咱的大门口废喙烂。靠！我来教阮。叫我呀！唉，这个查某囡仔，实在是真歹性地。伴娘啊，你紧去甲伊看卖，唔通搁互伊惹代志。你有叫我，我要互你杨家绝对好看咧！